来今日头所等的台湾来看新北市中和两岁小朋友恩恩确诊过往，到底有延误送病院无？恩恩的爸爸是继续咧找真相。恩恩爸爸伫咧面册来发文章，讲伊咧翻看到手写的笔记的时阵，发现太太敲到119第一通的电话，有听到无法度派车，爱通知1922这句话。但是这句话却无伫咧翻译文来出现。这个爸爸认为讲，这关键的一句话可能会影响119后续处理所有的判断。新北市消防局是讲，甲这个双方的通话无关系，都袂来记录。对案情，伊嘛绝对无来暗看。我只是想要先确认这句话的确有出现在通话录音里面。表情真严肃，两岁宝贝后生为着病毒来过身。恩恩的老爸伫找童年记录，透早国到新北市的消防局。昨暝恩恩因老爸伫面册写文章，质疑消防局提供的对话记录无完整。迄一天，恩恩因老母敲头一通电话，讲囡仔真严重，唔知人啊。抑过甲接线的消防人员对话过程中出现另外一个声讲，无度派车爱联络1922，抑过无写入记录内。是恩恩的老爸听到了后，才甲记落来，认为这句话是延误就医的关键。就是在紧急昏迷的状态下，外县市是直接派车，同步的时间呢？消防局会联络好卫生局，那卫生局会联络好医院之类这些东西。可是现在新北市整个这块的处理流程，在4月14号当天是移动整的移动。伊认为这句话影响救护车的派遣，爱消防局讲得清楚。我不认为这是背景音，为什么这句话是接着勤务人员在接收到老婆求救之后跟着冒出来的？也才有因为这句话，后面执勤员才跟着问我老婆说：“你打了1922没有？”译文的内容呢，是以我们受话方，就是派遣员跟恩恩妈妈双方通话的内容，逐字消防局也没有隐匿的这个情势。恩恩爸爸提到这一句话哈，那其实都没有去影响到我们后续救护派遣的这个流程。新北市消防局表示讲，当时的状况是爱先甲1922联络，这是标准的流程。119当时嘛确认讲医疗院所敢有病床，一定按照规定全力提供资料给恩恩爸爸。好友义嘛表示讲，一切拢依照流程。恩恩的老爸今嘛只能够听一个录音档来了解讲伊的前因甲后果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